聯會舉辦今次呢個活動。咁咧今日我哋咧姊妹們咧聚首一堂啦，你見我哋嘅面孔咧就係比較啲特別唔同嘅，係啦。咁我哋係全廣東話嘅，係啊，全廣東話。咁我嚟到最後一個環節啦，就係青年女性發展與社區治理新動能為主題。咁我相信咧呢一個係非常之重要嘅話題啦，因為咧女性嘅力量啦，其實係能夠推動我哋社區嘅變革嘅喎。咁喺呢度咧，俾多啲熱烈掌聲咧，係歡迎我哋在座咁多位5位嘅優秀女性，好唔好？大力啲嘅掌聲好唔好啊？嚟到壓軸啦，我係差唔多完㗎啦，不過咧我會 make it quick 㗎啦，我會好快會完成。係啦，亦都係一啲重要嘅信息咧。其實我哋咁多位優秀嘅女性咧，希望介紹俾大家知，咁亦都係佢哋都有啲信息同埋經驗咧，同大家去分享嘅。佢哋咧亦都係優秀青年女性嘅代表啦，同埋地區工作者嘅分享。佢哋咧亦都係將會同唔同嘅視角啦，係話俾我哋聽。我相信而家後面應該好熱鬧啦，要揾雷文會長去簽個名、打個卡嘅。等一下，先讓我們分享一下青年婦女的板塊，然後稍後再自由交流，可以嗎？再次感謝大家。就是我們稍後就是聽到我們舞會優秀的青年女性代表，還有地區的工作者的分享，他們將會以不同的視角告訴我們他們的故事和見解。我們希望能夠這些的經歷能夠啟發更多青年的女性，讓大家一起參與社區的治理，共創美好的未來。希望咧，我哋咧透過我哋5位優秀嘅女性啦，係聽到佢哋嘅講嘅故事同埋見解。呢啲嘅經歷咧，亦都可以啟發更加多我哋青年嘅女性，可以大家一齊咧去參與社區嘅治理，一齊咧共創未來嘅喎。好啦，時間就唔講咁多啦。先咧就係邀請咧我哋歡迎香港島婦女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何雅賢 Kylie， 揮手先。大家好。係啦，Kylie 可唔可以咧？其實係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成為一個志願者嘅一個初心係啲乜嘢啦？而呢一段嘅經歷咧，對於你嚟講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大家好，我張好。我成為志願者嘅初心係因為我將近10年嘅留學生涯咧，令我深深體會到國家永遠係我哋最堅強嘅後盾。所以喺我畢業回港之後，我希望能夠透過我力所能及嘅事情開始做起，回饋社會。喺杭州亞運服務期間，我係喺呢個禮賓接待組為各國嘅嘉賓提供呢個翻譯服務啦。我哋當時幾乎每一日都係朝早4點鐘起身嘅。我相信其他嘅杭州小伙伴印象都非常深刻，但係我哋從來冇諗過放棄，因為我哋知道咧，志願服務除咗係為亞運會而做之外咧，我哋更加係展示中國亮麗形象嘅一張名片。透過我哋嘅熱情同笑容，令所有外國友人感受中國，喜歡中國。我收穫嘅唔單止係經驗，我仲亦收穫到民族自豪感。我由杭州回到香港之後咧，就到廣東省參與8000萬工程同埋一啲助學活動。裏面令我最難忘嘅係當地嘅留守兒童嗰個最純粹嘅笑容，同埋佢哋對知識渴望嘅眼神係為之動容嘅。因為我喺短短一個暑假期間，我會盡我嘅能力將大山以外更廣闊嘅世界帶俾佢哋。我覺得咧，志願者其實就好似繁星一樣，喺天空上面咧，我哋唔係最閃耀嘅，亦都係好細一粒，但係我哋都會用自己嘅微光去點亮世界每一個角落。哇，講得非常之好，不如俾啲掌聲俾嘉怡好唔好啊？作為志願者咧，其實真係默默耕耘嘅，你都睇到咧，嘉怡咧佢嗰個性格啦，亦都係可以好內斂嘅，亦都係俾到一啲嘅即係啲模範啦、榜樣咧，俾大家青年嘅姊妹喎。希望可以我真係感受到做志願者服務一啲嘅美好嘅力量啦。好多謝嘉怡。好啦，跟住落去咧，我就邀請香港島婦女聯會青年事務委員會主任譚金蓮 Jenny 係啦，揮手先 Jenny 係啦，大家好，係啦，佢係勞聯嘅唯一女性嘅副主席啊，係啦，所以咧就都係關於勞聯嘅一啲嘅工作啦。Jenny 可唔可以咧話俾大家聽，
咁啊點解會投身勞聯嘅工作啦？咁而喺呢一段嘅心路歷程當中啦，有啲邊啲挑戰同埋有啲咩收穫咧？好多謝主持人嘅提問。咁其實咧，我自己從事工會嘅工作咧就有16年嘅。咁喺香港嘅工會裏面咧，女性嘅工會工作者其實真係唔係好多嘅。咁喺就算我哋加入工會裡面嘅會員啊、理事啊或者骨幹成員領袖咧，都係男性為主。咁大家睇我今日着住旗袍咁靚女啦，因為我哋主持對我哋嗰個形象好有要求嘅。咁但係平時咧，我係會落地盤啦，戴住安全帽啊，着住一啲即係平安鞋啊、平安卡啊，都讀晒呢啲證書。咁無論係地盤嘅工地啊，定係一啲清潔站，定係一啲即係運輸啊碼頭嘅地方，我哋都要去嘅。咁我哋做工會嘅工作咧，一定唔係淨係講男性權益㗎，我哋都要講女性嘅權益。既然係咁少嘅女性嘅工會工作者，我自己參與喺工會10幾年裏面咧，一定要努力咁樣做好呢方面嘅工作。咁喺香港島婦女聯會裏面咧，亦都俾到我一個好好嘅平台。咁喺工會裏面，我哋係講一啲權益啦，女性嘅形象咧，去做一啲勞資官嘅政策協調咧，其實都係有一個好處，因為我哋嘅溝通技巧啦，女性嘅形象咧，其實都係以柔制剛嘅。咁喺我哋香港島婦女聯會裏面咧，亦都能夠匯聚各界社會嘅力量，關注我哋婦女有乜嘢需求。我哋唔同背景嘅婦女，唔同經歷嘅婦女，其實都有唔同嘅需要。咁我哋又可以借其他人嘅經驗啦，其他地方嘅經驗，或者係一啲政策嘅經驗，令到我哋無論係團體定係政府，定係社會各界有資源、有能力、有心推動女性工作嘅人士咧，都可以透過我哋婦女嘅平台去支援婦女咧，令到婦女面對困難同埋挑戰嘅時候咧，都有一個把手。喺經歷過困難風風雨雨之後咧，能夠係成長、茁壯成長嘅。哇！非常之有力量嘅字句，不如俾啲掌聲俾 Jenny 好唔好啊？咁正咧Jenny 咧講一啲嘅雖然好簡單，因為其實咧佢可以講好長，不過咧就係即係好簡單即係概括咗一啲嘅勞聯嘅工作啦，同埋係講緊咧其實為到打工仔女嘅心聲啦。多謝 Jenny 嘅分享。好啊，咁接住落去咧，我哋係亦都係歡迎香港島婦女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副主任，亦都係南區區議員黃雨晴女士 Nicole 係啦。咁香港首先 Nicole 係啦喺度，有冇啲住南區嘅姊妹們啊？請舉手啊！南區有係冇錯，都有係有好幾個係啦冇錯，南區姊妹們，仲有一位議員㗎。咁Nicole 啊，我想問下，對於你嚟講咧？青年女性其實喺社區工作有啲乜嘢嘅重要性啦？其實喺你呢一方面咧，我相信非常之有經驗。咁可唔可以講下一啲具體嘅經驗咧？可以分享一下青年女性喺社區工作。而家你好。好啊 ，thank you 先生。咁對於我嚟講咧，其實我哋嘅主題啦，新時代新青年，咁自然有新力量啦。咁對於我哋嚟講，其實有咩感受咧？社區工作就係一個好充實，每一日都好充實。其實特別係逢年過節嗰陣時，其實我哋嘅社區服務工作咧係更加忙碌嘅，係更加充實嘅每一日。咁同埋我哋都要風雨不改嘅。例如我哋依家嘅打風啦、風雨前後啦，我哋都需要喺社區度去巡視，有冇邊條渠塞咗，或者邊個樹木啊冧咗，呢啲都係我哋工作範圍之內。因為我哋需要回報俾我哋政府部門知啦。之後咧，其實我回想到我哋有一次咧，就係一個超強颱風啦。咁到社區嗰陣時咧，其實係樹木啦都推冧咗啦，同埋喺條馬路度咧都有啲垃圾桶啊，都喺個馬路中間啦，其實阻塞咗我哋一啲主要嘅通道。咁我記得嗰一晚咧，其實係過咗風之後嘅，咁有個家長咧就凌晨時分嚟 WhatsApp 我，佢俾咗張相我睇，佢話雨晴啊。其實有一條行人通道係有好多樹木喺度仲未清理喎。咁我心諗但係落咗波之後咧，第二日大家就已經要翻工翻學咯喎。咁嗰條通道咧係行人通道咧係主要通往一間小學嘅主要通道啦。咁點算咧？於是我哋即刻就聯絡咗政府部門啦。咁
咁政府俾我哋回應咧，就係我哋會及時清理。但係咧，主要佢哋都需要摸住一啲主要嘅一啲緊急嘅一啲樹木啦、一啲樹木啦。但係呢個咧，佢哋都同我哋講會盡快清理嘅。就係嗰一晚咧，我哋都好擔心。結果第二朝咧，就喺開學前嘅凌晨時分咧，我哋就即刻同埋啲義工攞上一個好大嘅垃圾桶，即刻去戴著手套，跟住就去搬樹木、清理樹枝。因為知道佢條樹枝咧係會對於行人上、對於小朋友係好危險嘅，跟住我哋就即刻清理。於是咧過咗幾分鐘之後咧，嗰啲政府部門都好多人過嚟幫手，跟住我哋喺2個鐘頭內就清理晒所有成條行路嘅樹枝啦。然後咧我哋當時咧我哋講佢一個句子咧就係，其實只要人人奉獻一點愛，這個社會就會變成美好的人間。所以我們都需要對我們的社會、對我們的社區奉獻多一點點愛，我們的社區將會變成美好的社區。謝謝。多謝非常之好啊！因為其實作為青年女性啦，其實喺社區有時仲要擔任區議員啦，其實真係絕對唔容易。咁亦都係要好似迪高咁樣身體力行嘅，有啲咩事發生咧，就要即刻咧嚟到落場去處理。咁呢一個咧，作為青年女性，尤其是我哋仲有魄力啦，係咪？咁所以咧就要行多步做多步，係啦。希望咧就係讓到社會咧更加美好嘅。好多謝晒迪高。咁啊，接住落去咧，亦都係我哋邀請到香港島婦女聯會會務顧問，亦都係南區區議員林詠欣女士 Sophia， 係啦，先個 hello 先。Hello， 大家好。咁啊，好多謝 Sophia。咁啊 ，Sophia 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啦？咁啊，如何發現到一啲社區之中嘅一啲嘅議題？咁喺提升地區治理嘅方面咧，有啲咩具體嘅建議咧？而家 Sophia。好啊，多謝 Michelle 嘅提問。咁啊，我自己覺得咧係從一杯茶開始嘅。點解會咁樣講咧？其實咧就係凝聚同埋咧去分享。因為我自己本身咧個辦事處啦，相對嚟講空間大少少，我專登咧就打造咗一個社區空間、社區客廳咁樣嘅氛圍。咁本身咧平時咧大家有傳統嘅印象或者街坊嘅印象啦，都會嚟我哋個辦事處求助啦、投訴啦。但係我哋唔單止咁樣，首先入到嚟，大家可以坐低飲杯茶先，然後咧就可以大家慢慢講嘅時候咧，就係分享到咧佢哋對政府嘅睇法啦，甚至咧喺前線裏邊，佢哋作為一個真實嘅用戶，佢點樣可以貼地裏邊咧講咗佢哋心入邊嘅諗法，或者佢對社會嘅睇法，咁樣咧，所以就可以慢慢咧，我哋有時收集到好多唔同類型嘅意見咧，都係靠一杯茶開始。咁所以然後凝聚咗一個氛圍之後咧，我哋就會去做一個意見同埋資料搜集啦。譬如我哋南區裏邊咧，唔同嘅地方都有，我哋由三無大廈到公屋區，公屋區到中產區，中產區到豪宅區，甚至獨立屋啊等等，全部都有。咁點樣去平衡呢一啲唔同嘅類型咧？咁我哋就會去根據唔同嘅區咧，我哋都會每個月做一份問卷調查，然後咧我哋係深入民心咁樣咧，去貼地去逐個去訪問啦，然後將嗰啲意見咧、綜合咧、嗰啲數據咧攏埋咗一齊，有需要咧咁樣就我哋就會同翻政府部門啦，或者咧去提倡做一啲唔同嘅倡議嘅。咁例如我哋亦都會點樣做咧？係啦，知道咗呢樣之後咧，亦都會將佢哋唔同嘅部門擺埋一齊。我唔知大家有冇朋友同大家反映過打1823啊？係啦，打1823之後咧會點樣咧？係啦，咁好多其實社區嘅議題，好多朋友會同我哋講，咦，今次可能揾食環嘅喎，原來下一次可能係揾環保局喎，亦都係咧，可能揾唔同嘅局，佢哋未必可能理到，或者未必係有好確實嘅回覆，但其實唔係，只要咧我哋做一個資源嘅集合同埋凝聚咧，大家心好落面，好啦，我哋會邀請晒唔同嘅各個部門同埋啲街坊甚至持份者，我哋好多時咧忽略咗，無論我哋有家教會呢度有家教會嘅代表啦，亦都咧有婦女會嘅主席啦，亦都咧有唔同嘅地區團體，我哋有聯盟團體啦、街坊婦女會等等，我哋只要結合落嚟嘅時候咧，同將持份者擺埋一齊，將佢哋凝聚一個橋梁嘅時候咧，自然我哋可以聽到唔同嘅聲音。因為雖然我哋作為一個婦女，亦都咧平時
時係可能好耳聽八方，亦都可能細心嘅。但係我哋將細心咧，亦都可以做一個中間嘅潤滑劑，將佢哋去串連起嚟嘅時候咧，就可以發掘到更加多議題。例如係我未做區議員之前咧，其實有兩個好好嘅故事咧，可以諗到嘅，就係、第一個我嗰時做生涯規劃導師。我發覺咧，原來無論係青年人同埋長者咧，佢哋對自己嗰個諗法，我哋覺得應該係咁樣，只不過係我哋眼中覺得係要咁樣啫。但係原來佢出自唔同嘅成長背景啦，或者佢出自唔同嘅一啲夢，佢有唔同嘅夢想啦，佢自己對自己嘅判斷咧係完全唔同，同埋其他人可以取代。第二個咧就係一個非洲嘅故事喎。點解會講非洲嘅故事咧？就係好多年前 N 年前啦嚇，咁咧就去咗非洲做扶貧，但係唔單止咧，淨係物質嘅支援咁簡單，因為咧當時政府就俾咗一個任務我哋，係啦，我哋唔係淨係去解決一時嘅困難，係啦，我哋而係點樣去令到當地嘅婦女，就教我哋點樣用當地嘅婦女嘅力量，我哋本身咧其實好叻㗎，但係咧冇一個空間，冇一個平台。所以咧，我認為就係我哋發掘佢一啲真正嘅需要咧，就係同認真嘅傾聽，然後咧去手把手去幫佢哋搭建一個平台，佢哋做好多唔同嘅一啲手作好叻，然後咧我哋平時咧就喺屋企浪費咗啦，但係我哋教咗佢點樣做 branding 啦，點樣做 marketing，就好似婦聯裏邊可能做咗好多唔同嘅一啲工作同埋唔同嘅力量凝聚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將大家嘅我哋嘅他力量係啦凝聚在喺一齊，然後咧俾個機會咧佢哋去自己做宣傳，自己做發揮，然後咧就將所謂佢哋諗到嘅一啲意見，慢慢咧轉化為一個可以落地嘅一啲政策嘅倡議，然後逐步推進咧，就可以咧去推進為一啲我哋嘅政策啦。哇！非常之細緻，我哋俾掌聲，多謝 Sophia 嘅分享好唔好啊？非常之寶貴嘅建議啦，好多建議或者好多短視咧，我希望咧可以喺香港島婦女聯會做到啦呢個，即係需要 Sophia 俾多啲嘅意見，亦都係咧我哋女性咧青年女性咧嘅好處就係我哋多嘢諗，我哋唔會諗多咗嘅，我哋會覺得更加細緻化，點都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好多謝晒 Sophia。好啦，咁啊最後咧壓軸咧，咁梗係要邀請我哋嘅香港島婦女聯會會務顧問以及東區區議員謝潔玲女士 Elaine 係啦 ，say hi 先。好，其實我都認識阿潔玲一段時間㗎啦，已經係啊。咁啊，亦都係我覺得呢個 topic 非常之啱你。咁我就係想問一問 Elaine 啦，就係如何實現到地區工作中嘅傳承同埋創新啦。咁啊，都係一段時間，咁啊，希望可以分享到呢一個點子。咁啊，亦都想問下，認為呢一樣嘢對於未來嘅工作啦，有啲乜嘢嘅意義咧？好，多謝。平時咧嗰啲演奏會、啲協奏曲嘅部分，通常節奏會越嚟越快，所以我而家會快啲嘅，盡快完成我嘅分題。咁係啦，頭先講傳承同埋創新啦，同埋未來嘅發展。我首先都好感謝揾我嚟分享，因為傳承呢方面真係由我媽媽都成日講，我係由喺佢肚入面咧已經開始做地區工作㗎啦。咁因為我媽媽都係地區工作者啦，所以喺馱住我嘅時候已經出嚟示威遊行啊、請願咁樣，咁所以咧都可能係深受佢嘅影響。咁我就好細個已經開始做地區工作，咁就一路傳承落嚟啦。咁我畢咗業之後，讀緊書嘅時候已經做緊義工啦。咁啊畢咗業之後，亦都有呢個機會啦去參與地區工作啦，就繼續做。咁我首先講咗創新點樣創新先。我係一個比較八卦同埋好中意睇人哋啲嘢同埋觀察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喺我加入呢個地區服務行列嘅時候咧，我除咗承傳咗可能我嘅師傅或者一啲前輩嘅經驗之外咧，我都好中意留意人哋做緊啲乜嘢，同埋而家社會發生緊啲咩事。咁就希望咧可以加入一啲新嘅元素啦，令到我哋可能已經覺得好悶嘅嘢，點樣令到人哋會覺得新奇啲？可能其實換湯唔換藥嘅，即係其實可能係同一樣嘢，但係令到佢吸引啲，令到多啲人參與。咁呢個其實係我其中一個做社區服務啦同埋地區工作嘅一個宗旨同埋目標啦。咁好似而家我哋可能見到人口老化係多啲啦，我嘅社區。咁但係咧，作為我哋年青嘅一輩啦，我哋多數咧就中意搞啲活動，都唔好搞啲咁嘅老勁嘅嗰啲活動啦。即係可能起碼我哋自己中意玩嘅嘢先啦。咁點樣留
諗咧，就係諗下呢啲活動其實會唔會可以做到跨代一齊去參與咧？例如我哋可能近期比較近年興起嘅一啲運動啦，匹克球啊，躲避盤呢啲其實都好安全嘅，青少年小朋友都中意玩，但係咧其實又啱長者玩喎。咁呢啲都係我哋可以做到嘅嘢，呢、個就係我覺得係傳承嘅方面可以做多啲啦。又或者剛剛過去嘅端午節可能啲小朋友或者一啲家長都會想同親子一齊包粽。咁但係老人家又點樣可以參與咧？我哋就叫啲學生同埋家長一齊去包完啲粽撒好啦，就拎去長者中心度去探訪啲老人家，就將呢啲親手包好嘅粽送俾佢哋。其實老人家都好開心。雖然呢啲粽可能冇我哋出面賣嗰啲咁好味，但係咧呢個心意其實佢哋完全收到晒。咁講下點樣傳承啦。咁傳承其實咧除咗我話中意將我平時做嘅嘢加入啲新嘅元素之外咧，我嘅助理咧其實都普遍後生。雖然咧請後生嘅助理都比較辛苦，因為咧即係我唔係媽媽，但係我都好似已經做咗阿媽咁樣，日日喺度教仔咁樣，好辛苦嘅。但係我自己覺得咧，請後生嘅助理，除咗可以即係同佢哋嘅視野度睇到啲新嘅嘢啦，咁另外咧都係希望將呢個社區服務啦、地區治理精神都可以傳到俾佢哋。其實即係年青嘅助理，佢哋有一次咧有個助理咧都問咗一樣好好笑嘅，佢又比較潔癖嘅。咁有啲街坊有時即係可能比較我哋嗰個係基層嘅，我服務嘅係基層嘅地區，可能就比較不修邊幅咁樣啦，啲街坊入到嚟，講嘢可能因為又年紀大啦，就好控到好埋，又聽唔到佢講嘢，所以又控到好埋。咁呢個潔癖嘅助理咧，見完嗰個街坊接待完之後，佢就走入嚟我個房度同我講，佢就Elena， 其實我想問下你一樣嘢嘅。我發覺咧，我自己咧開始做咗一排之後咧，我發覺我有啲唔係好想對住啲街坊嘅，點算咧咁樣？你平時點樣處理？咁佢咁樣問一問，我又諗下，點解我可以做到咁耐呢個工作嘅社區工作？我在座區議員嗰啲或者做地區工作嗰啲都會遇到，我就真係仔細諗下，睇下點樣答佢。我就話我都會遇到呢啲情況，即係難免有陣時會嫌人哋污糟或者你啲口水噴晒塊面咁樣。咁我就同佢講，我就其實我發覺咧，原來喺呢啲時候咧，我就會諗下點解嗰個人會揾你嚟幫手咧？咁一定係佢做唔到嘅嘢，佢覺得你幫到佢，佢需要你幫助，佢先至會揾你。其實你咁樣諗一諗，你就會突然間個心就會其實呢個人真係好需要你幫手。咁你就會，你自然咧就會好樂意去幫佢，亦都唔會太介意。咁我就同佢講你最多咪同佢講你可以企開少少，俾張凳你坐低就 OK 㗎啦。咁呢個後生仔又覺得係喎又，因為佢其實係一個心理好好嘅後生仔。咁我自己覺得咧，將呢份服務嘅心啦去傳到俾一啲我哋再後生啲嘅下一代咧，其實都係一個好有意義咯，我自己覺得。多謝晒你哋嘅分享，俾啲掌聲好唔好啊？因為咧傳承同創新咧，其實係好重要。其實喺一個尤其是我哋作為青年女性啦，尤其是有好多下一代啦，嚟緊係畢業好多嘅學生啦。咁其實咧，佢哋可能未必有一方面嘅經驗，所以真係要靠我哋嘅前線地區嘅工作者啦，真係肯教佢，係啦，肯教佢，我哋完全唔介意去教佢，最緊要咧佢接受我哋嗰個做法，咁亦都係肯去學習咯，要雙向嘅呢樣嘢，所以先至達到一個傳承一個作用嘅。有時而家都係人手短缺啦咁樣，咁我哋咧有啲人手短缺嘅問題咧，我哋會揾勞員幫手嘅。好，多謝晒咁多位嘅嘉賓嘅分享啦，係啦，咁喺我哋嘅論壇咧，今日即將結束之際啦，大家開始醒起啦開始。其實我希望可以邀請咁多位嘅嘉賓啦，可以分享下自己嘅金句。其實咧，因為頭先剛才啦，我哋其實前線嘅工作者，其實個個都係
獨當一面嘅，青年又有前線工作者、青年嘅女性，咁啊幫打工仔去謀福利又有嘅，咁啊亦都係幫地區社會啲整治入嚟啲意見又有嘅。咁其實咧，佢哋都有自己嘅心中嘅金句咧，係要同大家青年女性去分享。咁啊係作為今日嘅論壇一啲總結同埋啟示。咁啊我先邀請阿卡蓮啦，你最細個，咁啊你先講咗嘅金句啦。佢講咗俾我第一次㗎啦，但我覺得好感動，即係要大家要聽一聽先，洗耳恭聽。我嘅金句係讓青春之花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綻放。多謝。哇！呢一句冇敵啊，青年女性要記住呢一句啊，真係。我用普通話講一次啊。我的金句是讓青春之花在祖國最需要的地方綻放。謝謝大家。哇！謝謝卡蓮。好，咁我順住落去啦，咁啊到阿Nicole啦，雨晴。咁咧，我想結合埋我哋今次嘅呢個主題啦，我諗到一個就係新時代、新青年、新力量。多謝。哇！呢個都好好啊，我哋加翻新青年嘅動力啊。好 ，thank you，Jenny。我嗰度可能會比較長少少啊。無論面對任何困難同埋挑戰咧，一定有大大小小嘅恐懼。咁面對呢，我哋女性面對呢啲恐懼嘅時候咧，佢就好似一頭猛獸咁樣。如果你越係驚佢，佢就會越係蝦你，甚至令到你崩潰，處理唔到嗰個事情。喺呢個時候咧，勉勵大家一定要持續咁樣去學習啦，知道多啲新嘅知識啦、資訊啦、技能啦。仲有就係借鑑別人嘅經驗，到底其他人係點樣去處理呢個事情嘅咧？咁當自己經歷咗風風雨雨，處理咗呢個挑戰之後咧，亦都要成為照亮別人嘅燈塔，令到我哋呢個社會咧成為一個互相支持、互相關愛。第日自己有需要咧，都可以得到別人幫助，自己亦都可以幫助別人成長嘅人。哇！呢個係人生導師嘅一個金句啦。多謝 Jenny。好，點咧？係啊。好咁我就總結下我頭先講嘅嘢。咁呢句金句就係咁樣嘅：與時並進，守正創新，同埋勿忘初心。呢個又係人生嘅金句。好，最後邀請阿 Sophia 啦。好，多謝大家。咁各位姊妹，咁我自己一直以嚟嘅金句咧就係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亦都係結合今日嘅活動咧，我覺得藉住我哋今日嘅主題，我哋做到貼地創新，問題隨根。多謝。哇，好正啊！我覺得每一句金句一定要記住落嚟，跟住俾我哋嘅青年女性去學習。咁啊，多謝今日嘅分享咧，其實係可以激勵到每一位嘅青年女性啦。咁啊，讓我哋咧攜手可以共進，推動社會嘅變革同埋發展。咁我相信咧，每一位女性嘅聲音咧都可以改變嘅力量。咁我哋必須要共同努力，創造更美好嘅明天。多謝我哋咁多位嘅嘉賓嘅參與啦，亦都係推動青年女性嘅發展。咁亦都希望大家咧繼續支持我哋咧咁多位嘅青年女性，尤其是我哋嘅區議員啦，亦都係嘅落地區嘅工作。咁希望可以有一個更加好嘅將來同香港嘅。多謝晒多位 ，thank you。好，再次感謝各位分享，令我哋睇到社區治理中嘅溫暖女性力量。請各位留步，而家有請香港島婦女聯會主席金明主席，以及我哋嘅珠海市婦女會招主席，以及咁多位婦聯嘅會長、副主席上台同我哋頒發感謝狀。或者我哋一齊點個讚啦！